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咱伫这款落雨的天气，还佫会当三甲组织，早起7点有20几个少年团体踮咧遮集合。因为因今仔日的活动是要去福音园，福音园伫草山，新人医国去的所在吼，有一个营地。今仔日要去体验教育吼。因这款的体验教育，就踮咧外口有足侪活动啦，走来走去啊，踮咧比赛，踮咧体会吼，人甲人三个合作的功课。我讲哇，这款天气吼，按这个所在就开始体验吼，开始体验落雨到底安怎去咧甲福音园吼。所以咱求主帮助因，互因早起伫迄个所在会当真好势、真舒适有一寡学习。今仔日嘛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所定着，咱讲叫做宗教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意思就是讲咱全台湾1200多间长老教会，今仔日拢共同咧奉献关心人生命中间，除了肉体的大汉，除了知识的成长，咱搁较要紧有一个就是迄个宗教心，一个宗教心的培养。有一个作家，伊是客家人，叫做李桥。这个李桥，伊伫真早以前，伊伫10多年前洗礼。咱来知影客家人要成做基督徒，比较上较困难，尤其佫是一个知识分子。伊长期的接触，伊是一个作家，是一个老师。长期的接触了后，10多年前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接受洗礼，一个教会接受洗礼，成做教会的一员。伊伫30几年前就提出来台湾人欠宗教心，欠缺宗教心。虽然咱讲额头三笑有神明，不把它当一回事。当我有需要的时阵，求平安添福修再来找伊。普通时吼，伊咧休困，伊根本都袂插我咧创啥。我甲人冤家，我甲人贪心，我只毋拄好吼，买菜共拖仓啊，他不在意。伊袂看入我的生活的品质什么款。但是我若欠的时阵哦，我来求伊，我来找伊安尼，这毋是真正的宗教心。真正的宗教心是伫生命的中间，伫咱有一个部分是咱看袂到、目睭看袂到的人灵性的部分。怎样受栽培？怎样来敲吹？我为什么来这个所在？我将来要去倒位？我每一天所做的，伊的意义甲价值到底伫倒位？这是李桥真早以前伊就咧提出。咱今仔日特别点伫个讲到宗教教育的时阵，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会定着10月的一个主日，叫做宗教教育奉献主日。所以伫这2礼拜，咱所有的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拢同心三甲学习，到底宗教教育对一个人有甚么款重要的功课？就毋是干那主日学，即马踮咧遐小学生踮咧遐上主日学。咱即个时阵伫个年希美教室，咱嘛有一群兄弟姊妹踮咧遐上学道班，要将咱基督教信仰一个基本，搁一个了解。咱踮咧2楼办公室，即马嘛有一群兄弟姊妹叫做以便以下小组，伫迄个所在，因嘛做阵读使徒行传。望会当对上帝话更较明白，互家己的宗教教育得到栽培，得到成长。所以咱来当最近关心奉献伫这个事工顶头。对伫安尼，咱今仔日特别要分享改革中的教会，因为10月是咱常常听到人咧讲宗教改革500周年。宗教改革500周年，到底什么是宗教改革？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改革，为什么宗教也会面对一个改革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常常要面对一些调整、一些改变、一些改革。你的日常生活中间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感谢主，今年对4月受难周开始，我就已经祈祷足侪届啊！吼，伫过去这3年。立志祈祷讲要开始运动，要开始慢跑。今年按4月到即马，已经超过半年啊。一礼拜差不多4天啊5天，我会去踮咧溪边的所在，透早会去溪边的所在。我家己一日去，我就较爱慢慢走吼，慢跑安尼。
但是对超过7、8个暑假过了后，牧师娘嘛，甲我做灵气透早5点外6点阮就做灵气。两个做灵气的时候，我就爱面对一个功课，到底要家己一个人慢慢的跑，还是要两个人快快的走？因为若要慢跑速度无同，快速对袂着，所以就变成我家己走，牧师娘行，阮会讲好，踮咧树林桥集合，然后再做阵转来。但是如果做阵行的好处是安怎？做阵行的好处应该开讲，你1点钟的中间会当分享，会当讲真侪话，踮咧厝的嘛有话，但透早起来讲的话佫无共款。所以一方面足想要甲牧师娘讲话，但是一方面我佫足想要用走的。有啥物方法？叫牧师娘也用走的，但是走袂来咧所以我常常拢着爱踮咧即个所在，做一个选择。你也发现，你也做一个平衡。一方面，你需要走伫走的过程中间，你甲上帝咧交谈，你家己有你家己心灵的功课。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你甲牧师娘做阵走的时阵，我就学习到两个人3分享3交陪，你必须要取一个平衡。平衡的意思不是讲两工，平衡不是这个意思。平衡的意思是整全的意思，让它被完全。所以平衡的意思不是讲你一半一半，你爱食饭嘛，伊爱食面，互你得到健康。不是讲你都爱3工食饭，3工食面，不是，是这中间你多样性的选择，让这些菜都平衡。所以平衡的意思不是讲一半一半，不是讲一项一项大家拢同款，不是。是要安怎会当互精转比较整全，所以我即马就知影讲一礼拜去5工，至少若讲3工家己走，1工2工甲牧师娘做阵行，互家己迄款的交谈的亲密会当得到满足，嘛互家己想要慢跑流汗较侪嘛得到满足。这是咱生命中间称做一个过程，毋是定死的。你的生活中间有足侪即款的过程爱调整。这嘛，敢若亲像是一个改革共款，所以当咱咧讲改革的时阵，老师会甲咱讲，改革牵涉了2项，一项就是制度组织改革即款外在大家看会到的，你爱甲做改变。改革有一个就是迄个内涵，毋是敢若讲你外口的组织体制甲改好就好啊，无遐简单。你内面的人、内面的生命、内面的内涵，若无做改变较啉嘛是安尼。伊家己啉比人较大杯，要阁啉别人的组织安怎改，常常拢对袂着实际的需要。所以真正的改革，伊毋是干那咧踮咧做分配、做改革、做组织体制改变。改革嘛，就爱牵涉到迄个内在利益等等即款的一个调整。信用共款，宗教改革毋是干那制度的改变，嘛是包括迄个内在生命。必须要做调整，所以当咱咧讲宗教改革的时阵，这是500年前10月有一天，这个神学院的老师神父罗德马丁，伊咧反省教会已经1500年啊。伫教会这1500年中间有真侪软弱，咱对伫迄个时阵的教会中世纪的教会的软弱中间有一项印象较深的，就叫做赎罪券。逐个礼拜来甲教会我就踮咧遐有一个图有迄款5块、10块、100块、200块安尼。我今仔日祈祷了后，知影讲我犯的罪爱去买5块的，我就5块交，买一张5块的转去，我罪就得到赦免。即款的，伫中世纪的时阵，知影讲这真大的腐败甲软弱。罗德马丁伊将所看到教会即款的软弱爱改变的、爱调整的95条写，你看伊摕一支钢推甲钉的。迄个时阵，威登堡大教堂的拜登的门口，迄时阵无玻璃门无铁门，拢全是茶门，都甲钉伫遐95条，抗议讲教会哪会安尼这边有真侪人嘛知影伊迄天要去，所以即个过程不加长，到尾伊即95条，整理出来，咱看到的其实咧讲到即3项，这嘛是咱咧讲宗教改革迄个内涵。我拄仔讲到改革有一个就是改革制度组织的调整，另外一个就是生命内在内涵到底是甚么？宗教改革通常就咧讲到即3项。第一项 ，sola fide
这是拉丁文，拉丁文 ，sola 就是 only 唯独的 ，fide 就是信用、信心，独信心，互咱得到救。所以咱称做因为信来称做义，唔是因为你做功德，唔是因为你逐摆来赎罪券，买了较足多，所以你就罪得到赦免，唔是安尼，是因为你相信，独敢若因为你相信，相信是安怎看袂到的，我要接纳，我要幸福，迄才叫相信啊！常常咱会讲到啊，我相信啊，原来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因为我来到遮了后，看到因有影，安尼这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这毋是叫做相信。当你去到迄个所在，看到一个实况的时阵，你来表达一个事实，对毋对？迄毋是叫做相信。你的孙真友好，所以伫你生日的时阵，包一个红包互你，你讲啊。我真感觉真满足，感觉真欢喜，因为我的孙真友好吼，佫会记得阿公古早安怎甲笑，佫会记阿嬷以前安怎煮饭互食，所以我相信我的孙会有友好，有听即个会记阿公阿嬷对伊的好，这毋是叫做相信，因为你已经看到红包啊。你若还未看到红包吼，讲相信我的孙吼，袂走袂行毋对，稳当会记得阿公阿嬷以前安怎对伊好。无看到红包，才叫做相信啊，对无？若看到红包吼，是咧表达一个事实。sola fide 咧讲的，无看到上帝，无经历到，毋知影什么是耶稣基督，毋知影伊的是你给到了安怎，因为迄是1000年前的代志，2000年前的代志。但是我相信我的性命，因为伊要得到改变，要甲上帝。佫一摆好好，诚做上帝囝儿，天公伯也袂离我远远，额头三笑有神明是事实，这叫相信。虽然我无看到，所以伊咧讲的sola fide就是咧讲说，独信啊。罗丁马丁讲独信相信，则互咱诚做上帝囝儿。第二，咧讲到圣经是上悬的权威，因为迄个时阵拢按教宗说了算。圣经都明明安尼讲呢，毋过教宗说了算。所以罗丁马丁的宗教改革中间的抗议的文内面，真重要咧讲到圣经，咱逐工咧读的圣经，才是上帝话，上帝互咱生活行大的一个准则，生活行为的一个准则。圣经第三，咧讲到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到上帝面前来祈祷。毋免通过神父、通过牧师长的祈祷，咱家己会当到上帝面前，坦然无惊吓，坦然无惊吓，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伊祈祷，个人要带别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咱为人祈祷，这叫做祭司的职分。所以这是宗教改革的内涵。咱常常拢会记得宗教改革的精神的内涵，主要就是这三项。这一切拢是因为罗丁马丁对罗马书第1章17节，咱来看下骹台语的圣经，安尼讲来，因为伫福音的内面有显明上帝的义，对信到伫信，照圣经所记载讲，义的人要对信来活，伊拢咧讲信，意思是讲本于信，以至于信，伊的基础是信，目标是信，规个过程嘛是因为信。来帮助我，安尼，互咱得到活，得到永远活。对伫遮，罗丁马丁咧讲到宗教改革的代志。其实迄个时阵，教会咧审判伊，差一点较小事呢吼，因为伊讲的话违背教会传统，违背教会解释，所以咧判决已经是3、4年后的代志啊。经过真长的过程，到上罗马。这个审判者踮伫咧帝国的国会面前，然后甲讲，你只要讲我过去讲的理论，我收回来，承认我过去有讲一寡毋对的话，安尼就无代志啊，安尼代志就解决。伊罗马讲即句话，我踮伫即个所在无其他的选择，求上帝帮助我。我踮伫即个所在，我无法度选择其他啊，我袂当选择照恁讲的话安尼，袂当照恁的意思。我敢若会当过一摆，甲我以前所表达的教会软弱，咱应该反省的所在，都讲出来，求上帝帮助我。阿们。迄摆审判了后，伊并无去互判死刑，但是伊去互人
剥夺公民权。那因今仔日讲的就是讲哦，你的公民权就拿掉了。啊，公民权拿掉的意思是安怎？无受国家的保护，无受帝国的保护。意思出去吼，任何人拢会甲你杀啊啦。国家嘛无要用死刑了迄个钱来甲你判死刑，无要安尼，你就变做一个无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人。安尼出去了，啊，当然，伊出去，伊虽然无受国家保护，嘛有真侪军队的人保护伊啊。特别迄个时阵，诸侯分据，足侪国王呀。德国迄阵啊，逐所在，法国嘛是逐所在拢有诸侯啊。有不止啊侪王嘛是想要趁机会吼做改革，所以就真侪遮诸侯啊军队来保护伊，啊，就形成毋是干那宗教改革，伫政治顶头嘛产生真大。一个改变吼，啊，这是咱知影，伫讲到宗教改革就真重要。罗丁马丁所咧讲，我徛伫即个所在，无选择，无其他的选择，求上帝帮助我。毋通想讲罗丁马丁是一个遮硬的人哦，定空空的人哦。咱若倒转来看伊，为着要互兄弟姊妹看有圣经，伊甲圣经对拉丁文、对希伯来文、对希腊文甲翻译做德文。啊，德文吼，佮有文言文跟白话文，为着要互百姓看有，伊是翻译做真白话的德文，互人看有。所以伊讲因为信，因为信心，基督徒伫即个世间，咱诚做自由的人，无受束缚，无需要降服伫任何一个人。你是一个有尊严、尊贵的人，这是真实。通过信，你相信你是上帝囝儿，上帝是你的爸，所以即款的尊贵。伫世间，你毋免去降服伫别人下面，毋久，只能爱斗阵，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疼。耶稣基督已经疼咱啦，耶稣基督是咱的头，伊疼咱到即款程度，咱有啥物袂当服侍别人的啊？所以常常咱若碰到一寡溪袂好势时，我常常讲，咱敢若想一下耶稣就好。你敢若想到耶稣为着你做啥物？你这个算什么呢？这项代志损失，这项算什么？互人讲两句啊，算什么？加做一点代志算安怎？然后钱甲人分一个分享互人，这算什么？因为咱的头为着咱，为着我，连伊的命拢已经付出啦。那逐摆想到伊安尼，毋若敢若伫即个实际顶头，佫欢喜摕水来替我洗骹，毋是替彼得洗哦。是替我洗骹，耶稣若已经做安尼，因为疼的缘故，这就是罗丁马丁讲疼的缘故。基督徒被诚做服侍正人的奴仆，欢喜降服伫任何人下面，欢喜人讲什么话，我听意见，大家做阵来参详。这是罗丁马丁伫宗教改革中间，互咱真大的一个学习。所以讲到宗教改革，我就去互朋友牧师啊，那教会遐尼多，我今仔日嘛无法度甲你讲教会教派那遐多，但是这是按从道明开始一条乌线教会，开始伫第5世纪、第6世纪，其实都有无共的教会走出来。中间有一个通大的改变，就11世纪，迄个时阵教会有两个大分裂。咱读西洋的历史拢捌读过，西洋历史告诉我们在第11世纪的时候，教会就分成东方正教跟西方。罗马天主教就在罗马，东方正教就在君士坦丁堡，就两个的教会，就从11世纪就这样分开，大的轴线，红色的跟蓝色大轴线出现。其实它还有其他的轴线哈。到16世纪1517年，16世纪咱称作宗教改革，11世纪称为宗教分裂。16世纪称为宗教改革，宗教改革都真多造出来，不止家。红线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继续行，蓝线东方正教会继续行，然后伫顶头你就看到按宗教改革走出来真多无同，无论是圣公会、浸信会，还是足多无法度写。这就是咱咧讲到16世纪了后，互咱体会，大家用咧读圣经就百花齐放了。伫这中间。用加里文的神学，加里文是第2代的宗教改革。第1代1517年，罗丁马丁、慈运里，过来有加里文。加里文踮咧瑞士日内瓦迄个所在做宗教改革，用伊神学的反省，用伊注重圣经的解释这款的态度，
来做教会形成的，称作有规整教会、长老教会、公理宗等等遮的，这咱一般称作改革宗的教会，所以也是称作规整宗的教会。所以改革宗的教会都长老教会，嘛有规整教会，嘛有公理会。伫台北有一间公理会，伫金华饭店的旁边，靠林森北路那个地方。你下次去金华饭店喝下午茶或吃自助餐，你看一下它旁边，伫哇金华饭店的边啊，林森北路遐，迄个公理会。伫台北咱遮有一间这公理会，但是一间咱长老教会，包括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道心长老教会，等等足侪，这拢是属于咱咧讲的改革宗。请会记住，改革宗就真重要。除了迄三项。咱来讲，因为神清水义、圣经以及祭祀以外，同重要。咱相信一切，咱嘛欢喜幸福一切，是要为着荣光上帝。我的出世是为着要荣光上帝。我所行、所讲、所经验的一切，拢要荣光上帝。到有一日，第三个生日到，我嘛要荣光上帝。所以咱教会伫2年前有庆祝。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50周年，这就是2年前。迄阵啊，咱最近庆祝150周年的时阵，搁一摆会提醒，咱是改革宗的教会。改革宗的教会，就是改革中的教会。宗是宗派，改革中的教会也是一种改革宗的教会。改革宗的教会必须要不断改革中，才会堪地才有资格称作改革宗的教会。所以那年，咱今仔日圣经都咧甲咱讲，对伫上帝甲拿爱的立约，对伫上帝甲亚伯拉罕的立约，对伫上帝甲摩西传出来嘅立约了后，伫个咱所讲的旧约圣经第一摆走出来新约，这个字是伫耶利米书31章，今仔日咱所读。我们今天所读的耶利米书31章这段经文里面跑出新约这2个字。这是整本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次跑出新约这个字眼，伊有去互保罗踮咧写批互哥林多教会的时阵，有去引用到保罗写批互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前书11章的圣餐的时阵，即讲这是新约，因我的会所设立的，迄个新约甲这个新约是同一字，保罗甲引用过。所以当咱咧看到改革中的教会，就是要学习这款新约。的一个教会，唔是咧咱讲新约教会哦，吼，即摆有一个教派，佫叫做新约教会，唔是迄个，是讲咱着爱不断咧新约的中间。什么叫新约？新约有2款，一款就敢若好亲像咱今仔摕的圣经，你看到伊叫做新旧约圣经，对不对？有旧约有新约，所以这是叫做新约文理，也是讲咱摕到圣经是叫做和合本修订版。有修订了，所以一个是较新的一个改版、修订，这文理新约有这个意思。但是新约佫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咱伫个这款礼仪规定以外，信仰生命的一个经验甲体验，这叫做新约。所以当咱咧讲新约的时阵，咱就会记得上帝话是规个新约中间的中心。俄国书顶安尼讲。讲日光经过这个乌云浊气的地方，吼，安尼暗暗的所在，日光经过，但是这个光家己一尘不染。日光照伫咱的这个房间的内面，咱看到哇，就侪土粉的，但是光佫是光，伊袂去互这土粉甲染着、甲抹着。上帝话照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会当有这款新约。毋那干那伫个离眼顶头的心，是要互咱的生命去经验到这款的一个活心。所以咱今仔所读的圣经，伫个耶利米31章33节遐，伊咧讲到上帝讲，我要甲我遮百姓来立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就毋是用纸写，是要写伫心内。伊要做咱的上帝，咱做伊的百姓，伊要强调是迄个生命的关系。上帝要甲咱建立一款对内心所出来灵性的关系，互咱的生命得到医治，互咱得到满足。10多年前，原住民正名运动拄开始，嘛一段时间，所以就看台湾有几族、有9族、10族，即摆嘛几族啊吼。
啊，即摆咱就会去比较，看多一族的人同多。阿美族讲阮人同多，泰雅族讲阮版图最大，泰雅族的版图最大。按南投吼，台中以北一直到乌来吼，遮拢是吼，种拢泰雅族。啊，到底多一族人同多？即中间咱拢捌听过一句话讲哦，哪一族人最多？不满足人最多。不满足，连你我都是不满足，对不对？未满足，生命中间敢若欠一项物件，世间的代志拢无法度互伊得到满足。所以，伫2500年前，上帝通过亚利米甲百姓讲，我要甲恁定一个新的约，互恁会当对内心无满足的所在发出，甲我建立一个灵性的关系。迄个灵性的关系，要互咱的生命得到满足，得到医治。所以，伫个无偌久前，即出电影叫做《心灵小屋》。即个《心灵小屋》的电影，咱最近看到一个作者伫个分享伊写迄本册的一个过程。伊写迄个册，其实是要互伊的囡仔看的，互伊的囡仔知影伊家己的日记，知影家己生命的过程。即个作者伊本身是一个宣教师的囡仔，所以从细汉就爱缀爸爸呢，非洲啦、到加拿大、美国逐位去宣教师逐所在去。啊，即款宣教师的囝，还是即款牧师囝的心情，咱真歹体会。伫迄个过程所受的伤害，所受到一个大的冲击，咱真歹体会。所以，当伊大汉了后，伊的生命中间有一寡冲突，有一寡改变，啊嘛经验到伊甲伊的太太的婚姻中间，上帝所予因的医治，关系的医治。所以其实心灵小屋原来的名是叫做小屋，电影叫心灵小屋。这个册是这个爸爸要写批，互囡仔，互伊知影讲我是怎样伫过去这50年的中间、40年的中间，啊，我家己一个心路历程。啊，要拍做电影，这个电影伫讲的是一个主角伊所碰到的代志，甲大家分享的是真趣味。咱看这个镜头，这个镜头伫这个电影中间，伊扮演的是上帝的角色，天父上帝的角色。啊，明明女的那叫天父上帝哈，意思就是讲，咱咧讲天父上帝的时阵，毋是咧讲上帝到底是查甫的查某的，咱要强调是迄个亲密的关系。伊毋是高高在上，即个毋是额头三笑有神明啊，降袂落来，毋是。即个上帝是甲我的生命结连到底的，我会用伊后叫甲伊讲话，伊要听我的祈祷，伊要陪伴我三冬行。所以咱看到即个镜头是即个扮演上帝的，伫个甲即个主角最近咧做面包，他们一起在做早餐。原来上帝甲咱的亲密是即款。虽然是讲，互咱的心灵得到医治、得到满足，不过伊拢要具体伫生活中间来显明出来。所以，当新的约建立起来时阵，咱因为上帝会听奇妙的引带，诚做伊讲新约的即书，咱拄仔所读的讲新约的册用，是因为圣神的关系，毋是要叫咱干那抄写圣经。是要通过抄写圣经，互你的生命经验到甲上帝、甲人的亲密。所以，敢若像我拄仔咧讲慢跑，我若敢若踮伫个家己走，啊，都无彩啊，都袂当去分享到人甲人迄款的亲密。共款，你伫个抄写圣经，伫个灵修的中间，甲上帝亲密，像咱今年踮咧抄写圣经，你嘛着爱甲你厝内人分享你抄写过程中间迄款的喜乐。安尼，你会当经验上帝的关系内面，伫个医治你，伫个造就你。上帝的关系中间，伫帮助咱，毋是家己一个人安尼来领。所以这是互咱讲做一个改革中的信徒，咱要学习的功课。毋安尼，教会嘛有咱学习的。咱过去常常咧讲到即个第一句话，我已经讲过，叫做 ecclesia。就是去互人邀请呼召出来，就是对世间的中间，咱去互上帝邀请，三甲组织伫遮，啊，组织伫遮创啥？亲像犹太人新拉古假会堂，犹太人若10号都有一个会堂，因就去遐读圣经。犹太人读圣经的时阵，徛起来，
讲道的时阵坐落去。所以捌有教会讲吼，要讲道的时阵，应该甲牧师准备一只椅仔。你看《路加福音》第4章16节，伫安息日的时阵，耶稣进入会堂，伊入去了后，徛伫要读圣经，管会堂的就甲圣经摕互伊。读了后，你看第19节，耶稣坐落去，开始教世人。意思讲，读圣经的时阵，大家徛起来；要讲道的时阵，大家拢坐。恁坐，我嘛就爱坐咧吼。毋过咱的传统毋是安尼。牧师、老师嘛是都爱徛，这叫做会堂。会堂要紧就是安怎？斗阵读圣经。克里斯也是对世间的人中间，对这个罪恶的世界中间去互人诱出来，咱嘛是罪人哦。是那个计是讲，咱组织伫咧上帝话的中间，然后这个教会叫做主的家庭，主的家，属于主的家，叫做 church， 叫做 church。这个家。那安尼对遮，互咱知影原来教会就是啥物？伫个罪恶的人中间，听到上帝呼召，咱互人组织，成做亲像家庭的款式。你看到约瑟、玛利亚、甲耶稣，敢若亲像一个家庭共款。你嘛会看到，可能是阿嬷、妈妈甲查某囝，亲像是一个家庭的款式。这就是教会应该有的一个所在。所以，咱求主帮助咱改革。中的教会是不断地改革中的教会，信徒你我，咱逐个人日日换新，咱就会当亲近主，到有一日亲自来到主的面前，教会嘛就要日日换新，到有一日基督过来，安尼咱才会当实践三听的大改变，参与伫个分享福音这款的大使命。雨真大，这3天雨真大。对昨早起9点到下晡4点半，咱中级包括会长包括咱的同工，最近有30-40个人，咱最近开一个退休会，是特别除了反省检讨以外，嘛针对2018年的时间做一个计划。一个改革中的教会真重要，咱毋是要甲2018年的时间表把它填完了就好，52个礼拜把它填完了，敢若像活动拢有就好毋是？咱要对活动到运动，运动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改革中的教会所要显明出来。你我嘛同款，如果咱常常甲咱要做的代志看做是一个 program， 是一个计划，是一个活动的时阵，你拢会体会到，迄个活动也做了，计划也做了，简报也做了，我终于做完了，好轻松哈！老板没有给我挑剔太多，所以今天的报告成了。而且讲你一个课程了教了，教完了，今天学生还算很乖哈，没有提出什么太难的问题。不过，你若伫这个过程去享受到，是一个运动，是一个生命的运动，是一个福音的运动，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运动，是一个参与伫公司业务要安怎会当达到咱企业良心这款目的的一个运动的时阵，你就是一个改革中的人咯。你不断在要调整，在要改革。上帝话就是要互咱有这款改革中的一个体会。所以咱教会有真侪人，昨大家嘛特别咧看到咱内面有足侪人咧敬拜上帝，但是咱敢若亲像即个茶桶同款，有一块房啊，有诶所在有诶咱教会做无够个，较软弱，水就会安尼流出去啊。所以咱必须要互咱所有诶服侍诶人，这一块房啊，就是咱所有单位、事工部、团契，每一项日子尾，咱拢会当健康健全，安尼咱才会当三合点诶即个水桶内面。汤科就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好的传统法规，咱会当帮助咱大家三合到底。所以咱会当踮咧教会内面三经验，这是上帝给的时阵，你我每一个人拢无法度欠缺。咱每一块房啊，拢都要做阵大汉，做阵成长。所以昨特别咱社会书记甲大家分享，这几年2015、16、17。礼拜人数，伫这个礼拜人数中间，咱会当看起咱2场的礼拜超34、35，若个主流差不多要50合合并咱大人囡仔将近，
400人，和2015、16比起来，咱知影讲有一寡爱学习调整的空间。但是有一个部分，我特别甲大家分享，就是用约定奉献，也是咱讲的1/10的奉献。有一个真感谢主的，咱看倒边即个600多万到700多万，表示约定奉献是伫上帝面前。逐个月，当我领着月级、领着薪水的时阵，我第一项想到上帝，是咧表明安尼啦。上帝无欠咱遮的钱，但是咱奉献遮的钱是要互教会的事工会当得到推动。所以奉献是咧操练我，奉献毋是要满足伊，奉献是要满足我甲上帝的关系。奉献毋是因为上帝伊欠客，所以每一摆咱嘛要学习。1/10的家庭奉献的时阵，不管金额安怎，是因为安怎，逐个月当我领到摕到囡仔互我的零用钱，摕到爸爸妈妈互我的生活费，摕到公司所互我的薪水的时阵，我第一个想到是上帝。家庭奉献也是叫做1/10的奉献，要表示的是这个意思。伫正边咱会当看到，咱差不多3成兄弟姊妹参与伫这是较无彩的所在。因为咱要阁讲一摆，家庭奉献毋是伊需要，是我需要。我伫奉献的中间，咱伫奉献的时阵，因为咱先想到上帝嘛。主耶稣讲一句话：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常常昔日牧师在遮，我必须要讲，我常常互伊无欢喜，因为感觉着。反应较慢，也是想无遐尼焦躁，一寡代志咱做袂好势毋过伊会知影一项代志，安怎？我的心伫伊遐，意思是啥？因为我的钱伊替我管。为什么呢？你也知影一项当两个人三听三甲斗阵的时阵，足侪代志咱来处理着无？要安怎去分工？要安怎分工？中间就有一个真重要信任的关系。迄个信任的关系，才会当互恁有好的分工。什么款代志，什么人较会当发落，伊就来发落这项。什么款代志，什么别人较会当发落，来发落。这必须要一个真信任、亲密的关系。伫教会内面有完共款。咱顶2礼拜前已经选出长老执事，明年1月初7要就任。咱嘛是共款，信任，因为上帝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缘故，咱相信这的服侍者，所以咱互因来多谋来计划教会事工，咱欢喜三甲来配合，这是咱咧讲的改革中。所以这个改革中，毋那伫你个人，伫你的家庭，特别伫教会内面，咱要做阵三甲来学习，这拢是对生命关系来建立的，这叫做新约。对耶利米来讲，这叫做新约。新的约意思都毋是摩西五经，毋是10条诫难定毋是干那遐。新的约就是咧讲着对咱的内心所发出来，甲上帝建立迄个灵性的关系，要点伫咱兄弟姊妹中间嘛会当来形成。所以咱有讲读圣经，毋那家己一个，同好会当有属灵的同伴，做阵分享，厝内人做阵分享。这拢是互咱踮咧改革中的信徒甲教会，通好对活动变做运动，包括读圣经，毋是一个活动，是一个运动；灵修毋是一个活动，你甲迄个 program 甲做了，今仔日灵修了，毋是，你必须甲形成运动，踮咧厝诶，踮咧亲密的人，踮咧你的同伴中间有互动，这是咱所讲改革中的教会。那安尼咱求主帮助咱既然是改革中的教会，安尼咱属灵长老教会，敢有甚物款咱感觉爱调整的所在，会当甲长老，会当甲执事来反映。然后咱嘛来学习，伫基督内面，我诚做新创造的人，心思意念要安怎逐工得到换新。你想看觅，你今仔日的念头甲昨有无共款无？你今仔日的价值观甲昨敢有无共？有因为上帝话。因为圣神的帮助，你有做这款的改变无？咱念边要念的这首圣诗605首，你若看伊倒边下骹这个所在，伊真特别。
歌词，咱拄仔所练习的歌词，是伫个1944年安享的一个德国的牧师，叫做潘霍华。咱另外一个机会，咱来以前捌分享过伊，另外一个要来讲到即个潘霍华牧师咧，1944年写即个词，过顶年1945年4月时阵，就去希特勒该判死刑，就已经死去。这是一个牧师39岁安尼啊。这个歌词是伊所写，伊迄阵啊，互关伫个集中营的中间，但是伊强调教会应该是一个改革中的教会，袂用干那听政治、听社会、听世间的声音。所以伊的题目讲靠主恩典奇妙溃力的保护，毋是靠世间的保护。伊互关伫个集中营哦，这个牧师互关伫个集中营，但是伊竟然讲我是靠上帝的保护。所以你若看到第4节，伊特别讲回想伫即世间你所受罪的日子，因为伊知影伊无法度离开这个集中营，享受灿烂日光喜乐甘甜，常常纪念一生年日无袂记日。阮决意专心来朗诵着你，这是一个30几岁的牧师，关伫个集中营的中间，伊所写的歌词。这个谱，咱可能第一摆吟，这是一个台湾囡仔，姓徐维恩，这伊的爸爸嘛是一个牧师。这个青年人，伊所写的谱，咱要做阵来吟这首歌，靠主恩典。奇妙溃力的保护，靠主恩典奇妙溃力的保护，天使天后。安排道路，愿在上帝你我的照顾，让个心灵记住今天就好，虽然要感觉。我心境坎坷，我听昏昏当当无法度，心灵家里真求大人多，这都随波。你所听过我都会开口出来，用这倾听我的了解，我要把门对你心就来接受，因为这是所爱的听懂。你会当对这3节看出来，我咧讲这个潘霍华牧师的心情是啥？你会当对这3节知，拄仔我讲潘霍华牧师的心情，受关伫个集中营38岁，伊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是一个牧师。你讲有几个博士，我算袂了，但是伊忠心伫上帝，忠心伫服侍。你看这3节的歌词，伊讲要听候主安排的道路。虽然你所听互我的杯，第3节，你听互我的苦杯够满出来哦。所以伊毋是咧讲着轻松的代志，伊咧讲你听互我的杯，人生的道路所碰到遮忧闷困苦遐尼大，毋过伊第3节上尾才讲，亲信主，你会疼痛保佑。这是伊踮咧集中营所写的。
那么求主这款稳定的气力来帮助咱起立来迎第四节。为上帝一世间你所属的日子，用心修查难以更改的用弄的，向上帝亮你显你的魔会的。万花一花，心难容尽兄弟。亲爱天父上帝，我决意一生的年日拢归属于你，愿你的圣神帮助我。我让你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